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前身為公眾貨物裝卸區，係廢紙回收廠嘅上落貨區。呢一項工程喺2009年3月動工，並喺2009年年底完成。花園落成之後，為觀塘區嘅居民及全港市民提供咗一個舒適休閒嘅好去處。每到周日或者假期，仲會吸引更多嘅市民一家大細嚟到花園享受家庭樂。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設有一條長約200米、由木板鋪成嘅海濱長廊，為市民提供一個開闊舒曠嘅活動空間。呢度有多元化嘅兒童遊樂設施，小朋友可以喺園內盡情玩耍，歡度一個樂而忘返嘅下午。呢度亦都有醉人嘅維港美景，情侶、夫婦可以喺優美嘅長廊景色之下把臂漫步，甜蜜溫馨。花園裏邊嘅特色塔樓地標，設計意念嚟自原址碼頭上嘅回收廢紙。每日夜晚6點至10點，園內嘅多用途廣場每隔半小時會有自動燈光匯演，塔樓裏邊嘅燈飾會隨住音樂而變色閃動，配合地上噴出嘅水霧以及整條長廊地燈色彩嘅變化，營造出七彩繽紛嘅效果，令人目不暇給。呢度仲有一個小型表演台，同一個可以容納大約200人嘅觀眾席，方便唔同團體喺呢度舉辦活動。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嘅總建築面積係7340平方米，工程由土木工程拓展處撥款，建築署承建，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。觀塘區議會承擔咗拆卸觀塘繞道下圍牆同鋪設路面嘅工程費用，歡迎地方團體、市民以及遊客嚟臨參觀。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係整項啟德發展計劃嘅首個休憩用地項目。觀塘海濱花園位於觀塘公眾碼頭旁邊，大家都嚟親身體驗一下呢度唔同時段帶俾你嘅唔同氣氛啦。政府部門計劃喺觀塘貨物起卸區嘅餘下700米部分停止運作之後，將土地規劃作觀塘海濱花園第2期。整個觀塘海濱花園建成之後，長約900米。詳情請瀏覽吃喝玩樂在觀塘網頁 www.觀塘.org.hk。